氯酸鉀焰色測試。傳統嘅煙花呢，係利用硝酸鉀、碳、硫磺同埋金屬鹽着色劑造成㗎。今次嘅實驗亦採用咗類似嘅原理，利用氯酸鉀嘅低熔點同高氧化性，我哋可以首先將佢加熱至融化，再加入食用嘅糖粉之後，氯酸鉀就會同糖產生激烈嘅反應，發出熱、聲響同埋光。由於有鉀離子嘅存在，反應產生嘅光係淺紫色㗎。如果加熱前先將氯化鈣同氯酸鉀混合，重複以上反應，我哋又會見到點樣嘅結果呢？反應產生嘅光係橙紅色，而因為鈣嘅焰色比較強，所以鉀離子嘅淺紫色焰色都俾佢蓋過咗啦。用氯化鈉代替氯化鈣，情況又會點呢？反應得到嘅光係光亮嘅黃色，同利用白金絲所做嘅測試結果係差唔多㗎。最後再試下二氯化銅。由於銅較易同氯酸鉀喺加熱時產生氧化還原反應，所以今次我哋將二氯化銅與及糖粉混合，然後加到溶化嘅氯酸鉀裏邊，反應產生藍色嘅光。以上嘅實驗其實亦可以套用喺其他焰色元素裏邊，不過對比起其他嘅焰色試驗方法，呢個實驗就比較複雜，而且較適合用嚟做演示用途。